好的是谁？哇，几音呐？好，我们先念一遍。来，等你们，不要吵了。来，好，先听我念哈。打起精神来，眼睛看这里，坐下。干嘛咯？阿哥都比较忙的啊。阿明晚安，干嘛咯？坐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好，眼睛全部看这边，耳朵打开来，等你好。还没有啊，讲再讲。要跟着我的脚步走哈。来，再来一次。再说。要老师讲完。看我的舌头，看我的嘴巴。记在哪里？抚摸。好了，等后。来看我的嘴巴。我来，每一个人都要会哦。歌，先听我念。歌，老师讲完再讲，我们再讲 ，OK？ 老师先讲，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很清楚。先有老师的声音，再有我们的声音 ，OK？ 好，来。了，我们好。答对了，来注意听，叫你们念给我听，你们念不出来。现在我要念给你们听，你们要听我念完啊，你们才可以念啊。这样以后呢，你们要念给我听啊。哇，哎呦。答对了，好，等会要记起来哈，来，好，不能用注音符号哈，哟，我们都要念哦。要怎么念？来看这里，喝没有关系，你看你的书，喝，老师有没有？这个喝有没有？有哦，喝，这个比较难念，要记起来哦，来那这是干净的音，长音，哦，后面就有点点绕。对了，好，现在有请我们的妈咪，把奈妈咪要为我们做最好的见证，好，来，你们4个。等一人好，慢行扶你。哎，他在怀疑你呢哈。这个排哟。等一下换你们哈。等一下换你们。哦，很好。你的舌头是给妈妈看。是吗？不是了的音是的。好，看妈妈会不会念。
对了，妈妈念出来了。好，来，很好。来，你们提示，嘴巴要提示，不能直接告诉我答案呐、你要告诉妈妈。这样。很好。你们每天给我背哈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来。你要提示妈妈。还没有到的。很好。你们好像比妈妈还紧张呢吼。哎，对。你看你的孩子还是很爱你的呢，你看看，都跑出来哈，为妈咪打气了哦。好，很好。什么字？我不会读那个字。对，他用那个什么简易的方法教你，对，你们要记得哦。很好，很好，不要看上面啊。你们还有人没有分数在这里啊。好，再摩擦一点，喝。好，来，再长一点，对，好来，还有一点气音来，怎么变成了呢？好，很好。你看有没有要跟妈妈学习？要不要跟妈妈好好的学习？要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给妈妈做，然后来坐好。来，我们先唱主语歌曲，干嘛咯？主语，来，坐着，坐好。好，你的。你有什么歌曲？哦，没有啊。有。好，有什么？他们有学校有那个母语老师。好，来，赶快教我们。所以他才会讲那个嘎古米勒那个他才会讲，不然我就不会讲。好，来，有歌啊。有没有会唱的歌来唱一下？不是，他只就像那样子而已，是病了。好，那罗哇那咿哟咿嘿呀，有听过吗？哎呦，好，丰年祭没有听这首？好，不知道是什么？你们说丰年祭跳舞说。好，那我现在教你们哦，坐好，干嘛不？那鲁哇那咿哟咿嘿呀，就这几句好了，来，那鲁哇那咿哟咿嘿呀，你们就唱。母语。哇啦！深奥哦。不是，不会讲，我要叫你们唱歌的。你们学校在唱这个。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唱这一句而已？因为没有颁奖啊。那鲁哇那鲁讲，那鲁哇那，妈妈先哦，妈妈最大啊。咿嘿呀，来跟着唱啊。那鲁哇那鲁哇那鲁哇那咿哟咿嘿呀，从大到小哦。那鲁哇那咿哟咿嘿呀，嘿呀咿哟咿连哦嗨呀，嘿呀那咿哟咿，认真听。
人开人啊哟呀！好，停。